刚得基督徒要当世界的清流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在咱要做伙来读圣经之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做伙组织伫礼拜堂内底，阮伫主日的时来敬拜你。今仔日你要互阮一个功课，就是应允。上帝，你伫历史顶悬，你捌通过一个先知、一个使徒，因拢看见同款的异象。就是上帝，你要想述人类生活伫一个亲像天堂、爱登乐园，迄种有活命水泉流出，是一个人好徛起，是一个平安富足的世界。咱用这个民望，用这个经文来做阮今仔日的反省，恳求天父上帝来帮助阮。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阮会当反省，我做一个上帝你的囝儿，也是做主理管理葡萄园的工人。我要怎样尽阮的社会责任？我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，你伫今仔日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通对无共款的背景成长，但是伫上帝你的真理中间来受造就。求上帝清起阮的心，亲像今仔日圣经讲，要活命的水对上帝你的圣殿流出，要满伫人的心上。迄是一个清气。水阁清气的江河，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也互这间教会，阮所活出来的主张，阮所想的思想，阮的品格拢正做一个这个社会的清流。求天父上帝伫阮中间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来思考一个基督徒伫社会内底的社会责任。伫影响我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一本册。我首先要用这个作者甲伊所留予西方的世界，特别是伫20世纪的时足大的影响。这个作者咱拢捌听过伊的名，你嘛应该会记得我甲恁分享伊所讲的一个祈祷文。而望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，咱拢得到上帝圣神的帮助，唤起咱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无甲这个世间同流合污。上帝这个世间，但是确实有无共款的主张，这叫做上帝光明的囝儿。通过圣经，通过圣神，基督徒毋是干那伫教会做礼拜，基督徒要互上帝来使用，伫每一个时代，拢真侪有影响力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各种的代志顶悬，无论是个人的领袖，无论是社会的政治公共的事务，咱拢有主张。咱每一个人毋是听一个口号，但是对圣神甲圣经的主张来帮助咱做正确的决定。我要甲咱分享一个人，伊叫做尼布尔。咱多数的兄弟姊妹，可能你了会记得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祈祷，迄个祈祷安尼讲：求天父上帝赏赐我的勇气，去改变我会通改变的事，勇敢去面对这个社会毋对，但是需要改变的事。主要若是我会当改变，求你赏赐我勇气，参与迄个改变。求天父上帝赏赐我平静的心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我平静的心，去面对我袂当改变的事。第三，伊讲求上帝赏赐我智慧，互我知影什么是我的责任，我应该去改变。求天父上帝通过这个智慧，互我知影有一寡代志。毋是我会通改变的代志。这个尼布尔，这个牧师，这个祈祷，伫全世界中间，互真侪教会甲伫侪艰难中间，感觉焦虑的人，因为伊的祈祷文叫做平静的祷告，宁静的祷告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所听到毋是伊的祈祷文，伊所写的这本册真有意思。其实我伫新人院大概要将近40年前。我就读到这本册，但是迄个时阵并读无介清楚，嘛无真深的感动。伊的册名叫做《道德的人甲无道德的社会》。这个人伫1932年写这本册，伊影响足侪人。其中有几个人恁拢知影？你捌听过牧师伫讲道中间甲恁讲，
一个社会掌权的人爱主张维持社会叫做强者公义。这恁听过这个话吗？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总统，伊叫做甘乃迪。甘乃迪读到这个道德的人，甲无道德社会的时阵，伊伫伊受选才做美国的总统，伊上任时顶悬就足清楚，伫伊的就任词顶悬，伊就讲，无论是苏联，无论是美国，世界上强的国家，因拢要有责任来共同维持、共同维护强者公正，弱者安全。手无开来通保护家己的细汉囡仔，要有一个制度，互迄个细汉囡仔当伫一个真平安的环境来大汉。伊袂受到人的骚扰，袂受到人的性侵，伊的隐私会当得到保护。强者公正是一个西方民主的世界足大的主张。搁第二个人，有一个人，伊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。咱若知影，这个人，咱俗称伊叫做金恩牧师、金恩博士。伊就是伫1960年代美国一个真要紧，徛出来带领迄个社会觉醒反省的一个牧师。甘乃迪甲这个牧师，这两个人拢为着因所共同得到感动的这个，互美国的社会成做一个道德的社会。因两个人拢也为着因的政治主张，这两个人拢死伫暗杀的中间。但是这两个人对美国的影响足大足大。尼泊尔这个牧师伊讲道德的人，为什么人会有道德感？伊讲人的道德感，伫这个所在，伊讲人会通站在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有几种的因素，因为伫人的内面出世，人本人自然而然都有一种的良心。人出世就有一种的良心，有可能受到伊的父母的影响，有可能受到良心的吸引，搁另外一种就是信仰的影响。搁第三，人主张要做好，行公义，好人民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种宗教信仰甲理性，所以人若单独的时阵，伊将容易会当主张我要做好人，我要做正直的人，我要做有良心的人。但是伊讲，伫人类的社会中间，通常拢有一种不可逆的倾向，就是绝对的权力、绝对的腐败。伫权力、伫利益。甲伫人的自私中间，社会通常拢是同流合污。无论是集权的政治，或者是伫民主的国家，社会通常拢是取得执政者最大的利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，这个人影响着西方的世界，伫2000年来。西方的世界甲真侪东方的世界无共款，因为所主张的就是人权，所主张的就是民主，所主张言论的自由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，恁同意吗？咱台湾的言论自由也得来不易。兄弟姊妹，若无人老血，咱的宪法100条，不是宪法。就是刑法100条，绝对的言论自由，并不很简单来到台湾。但是恁敢知影，迄个人是什么人用伊的性命讲出来讲，台湾需要破除言论的，要得到言论的自由。这难容，伊是一个外省的第2代，但是伊勇敢，伊引火自焚。当然，牧师无鼓励咱做这种代志。生命真宝贵，但是我要甲恁兄弟姊妹讲，言论自由唔是遐简单得到，嘛唔是用言论自由来破坏民主社会共同的利益，对吧？所以言论唔是讲只要我喜欢什么话我拢使讲，言论是有一定的一个道德公义的立场，迄个言论才受保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有啥物牧师伫即个时阵要甲恁讲即个
地望，因为我感觉一年来咱台湾有一寡焦虑，有人甲我问讲，牧师，开不爱开放教会去做罢免的这个收集的据点？现在你感觉牧师按那个该回答？牧师讲，唔是讲牧师讲，伊讲连火烧都徛出来，新妇都徛出来，牧师咧创啥？现在你想，咱的教会应该伫这种的争论的内底，咱徛伫什么立场？可以是蓝，可以是绿，可以是白，但是不要红，不要黑，不要金。你想看卖？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拢有主张，每一个人嘛拢有同温层，这是足自然的代志，无人会当侵犯你喜欢哪一个颜色。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鼓励，你我都没有颜色，我们是干干净净的清流。因为信仰带予咱的是超越你的原生家庭，超越你的社会的同温层。互你对内面有一个主张讲，我虽然有一个同温层，互我感觉真认同，我参与因的决定，但是佫有一个佫较要紧，我的身份就是我是天国之子，我应该是这社会的清流。牧师利用这个礼拜嘛，要甲咱讲，牧师主张，咱的教会赖族群不要再贴那一些引起仇恨或者引起争论的。因为伫咱的赖族群内底，并袂当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敢不同意？你会使找你的同温层去讲，你袂当主张大声讲。但是伫咱的教会内底，彼此尊重。咱伫咱的教会中间，莫用迄种仇恨性、羞辱性的言语。看到一个贴图，你用一寡脏话来骂对对，然后讲对不起我贴错了，我要收回。兄弟姊妹，我无意思讲什么人。但是咱是一间教会内底，咱对无同款的所在来，咱当然有咱无同款的主张。今仔日牧师甲恁介绍这本册，最主要就是爱主张讲，咱的教会爱讲做一个互上帝的话，甲真理，甲仁爱，真理甲仁爱两项是左手右手。愿上帝帮助咱讲做一个，伫这个社会中间会当亲像尼泊尔牧师。伊有一个主张，极大的影响，甚至影响到后来奥巴马总统。奥巴马伫这本册中间采取伊不妥协，主张做社会维持社会中间应该有一个道德的观念。伊是毋是一个成功的总统，我唔知影，留互历史去批判。但是奥巴马总统读伊这本册了后，伊对心中有感觉讲：我既然有权利叫做美国的第一个黑人的总统，我应该真公正，伫两个无同款的这种的人权的主张的社会内底，做和解，做公正，因为任何事拢有无法度100%大家人拢同意，所以人需要互相听，互相包容，佮再讨论，充分的尊重佮讨论，是民主社会中间上真要紧的一个游戏规则。充分的讨论，然后共同做决定，不是多数的暴力，不是安尼。所以民主的社会，不是讲人多就赢，不是安尼。因为今仔日的台湾有两个势力，老师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不要红，不要黑，不要金。因为台湾其实真侪红色渗透的危机，我唔知恁有同意牧师安尼讲无？咱真侪台湾人，公庙嘛咧招，只要买一张机票落地招待，一路吃到饱。唔是干那公庙啊，连学校老师啊，连传理长啊，兄弟姊妹，恁中间敢无人去受过招待？有的人咱拢唔敢讲啊。但是为什么咱都爱食迄个一路吃到饱落地招待？这种好康的吗？兄弟姊妹。有在真侪时阵，人伫迄个好康的中间，就落了把柄。以后伊就我都讲，伊唔爱讲的话。所以真侪政客伊去伫迄个即种的情形的中间，我相信在红色渗透这个渗透的内底，
因倒到台湾中间无法度真公正，讲应该讲的话，渗透到公庙，渗透到黑道，渗透到帮派。你毋知有注意到无？顶礼拜，白人招一阵自联邦的堂口的堂主，想要伫立法院的国会餐厅内底办新帮主的选举。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点点，但是咱无应该点点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毋是听牧师的政治主张。其实我真无爱甲恁讲即个题目，哦，因为我算来算去，恁100票，咱100票，会当伫台湾做啥物代志咧？更何况咱遮100票嘛，无法度讲牧师讲向左就投给左，向右你就投给右派，无可能。因为咱中间逐个人拢有咱家己的主张。牧师要鼓励恁祈祷，牧师要鼓励恁想。我的决定要安怎决定，才会通互台湾更较好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是听台湾，你应该想讲，我怎样做，才对我的国家、对我所成长的台湾是好的。兄弟姊妹，勇敢，你若感觉好，勇敢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因为这才是一个有责任的现代的基督徒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。拄则我甲咱分享讲，这个牧师伊的祈祷帮助真侪人。我知影咱有真侪人真焦虑，伫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主张的事，看到无共款的新闻，牧师要甲恁讲，毋免惊。我相信上帝是照顾台湾的上帝。我相信上帝毋是一个政客的上帝。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真正照顾台湾的上帝。立法院立迄个法叫做壮世代，然后去登记家己一个壮世代协会，立一个法一路吃到饱，这叫做真啦。拄则牧师甲讲灰红、灰黑、灰金，兄弟姊妹，今仔真侪帮派是两岸相通啊。中国摕台湾，兄弟姊妹，毋是中国摕台湾。牧师无鼓励恁反对中国，但是反共。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，影响我足大的一本册。当我来到德堂的时候，我读这本册，这个主角我今仔日无要讲伊，但是为这本的故事内底写一本序言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伊的故事。恁若要看，你甲牧师讨，牧师这张送你。这个人叫做朱立德，伊有8个兄弟仔，其中有4个兄弟仔做神父。这4个兄弟仔中间，敢若伊无关伫中国的家堂。伊有4个兄弟仔，一个关甲死，另外3个加起来判徒刑期168年。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才是这种的人。有的人决志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我尊敬伊迄种的社会国家的责任。但是，当你愿意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时候，你不能忘记，还有一群人他要做有尊严的台湾人。这不是我，是原住民。原住民生来都不是炎黄子孙啊！兄弟姊妹，咱住伫这个土地，活伫这个土地，成长幸福伫这个土地。去食官庙讲，到底是啥物人庙讲，啥物人去食？言论的自由真容易情绪化。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日所讲的，这拢是新闻。这新闻会互人心里畅快，哇，骂得好。但是这言论嘛会互一条人伊心内感觉不安。兄弟姊妹，清流是什么？今仔圣经拄啊是伫圣经中间2个真要紧，前后2本的经文来差600年。以西结书是伫一个状况叫做亡国。以西结书伫旧约这个以西结书，
伊就是伫巴比伦以色列人和巴比伦王国帝国，甲伊侵略，然后巴比伦中东这个地方，拢去巴比伦帝国统一。伫个时阵，神伫以色列上帝互伊做一个，看去一个异象，天使带伊看去圣殿。所以基本上以色列书所讲的，毋是迄个毁坏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去巴比伦统治，所以耶路撒冷的礼拜堂圣殿已经被毁坏。上帝互伊看到一个异象，有一天要有新天新地。第二个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启应文，毋是启应文启示录，是使徒约翰伊伫泥牢中间所看到的异象。这个异象拢咧讲起伫上帝的圣殿内底，对这个这段的正平，对这个所在有一个水泉流出来。然后对这个大门的水当时的圣殿是起的是当的方向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的意思就是大家拢看到日出。这个流开，恁家己倒去读一段故事。但是伫这个所在咧讲起，一个真要紧就是信仰，就亲像活水江河。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心。所流过话的所在，伊讲这个清气的水泉，要互人得到医治，佮互万民生气活泼。用这段圣经来祝福咱所徛起共同的国家台湾，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。无论你斗什么人，最后的结果咱拢只会承受，对不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上帝所听的这个美丽的祷词。每一个后代，咱的子孙，因能够享受生活在这个土地顶端，迄种的平安，迄种的尊严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对你讲话，毋是因为牧师伫讲道中间勉强恁听我对圣经的解说，我毋敢滥觞解说这个圣经，但是道德的人甲无道德的社会，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设立你。成对台湾21世纪的守护者，你愿意吗？你讲牧师，我是啥物人？我遮尔无路用，我遮尔细，我影响咱遮尔细，我要安怎才对21世纪台湾的守护者？你若听到无适当的言论，唔免甲伊辩，有当时你会当保持沉默，因为沉默就是表示我无赞成你的主张。但是你嘛会当徛起来讲。你所讲的唔对，你会伤害到咱共同的社会；你所讲的唔对，你会伤害到咱的共同的教会。这人教会国民党敢袂使来，你用黑白讲牧师，分什么党袂使来，什么党会当来？兄弟姊妹，咱中间有真侪人有你的政治立场，嘛有人讲长老教会是民进党的，牧师甲恁讲，伊自己叫做乌索。有所的种黑白讲啦，国民长老教会不应该是民进党，毋是。今仔日牧师用这个基督徒爱做社会的清流，咱来立志做一个干干净净、透明、晶莹洁白的一个宗教团体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，社会咧看咱这堂教会。教会是一个光，教会嘛是一个盐，教会有伊的功能，教会有伊的社会责任。1932年，尼布尔伊所写讲，基督徒要有一个社会责任。你看，伊影响马丁路德金，伊影响着甘乃迪，敢有影响你？我感觉有。兄弟姊妹，因为伫我读大学的时阵，我的老师就甲我讲，强者工作，弱者安全。我听到伊讲的时候，我还阁去求证呢。我真正去买一本美国的100个影响美国的演讲，其中有甘乃迪的演讲词、就任书，嘛有林肯的总统的就任书。我的老师怎讲的？我要求证讲，有影这句话真正是甘乃迪安尼讲无？伊用语安怎讲？其实伊用语并无真正讲强者公正，弱者安全。但是有一段话，伊的意思
真正就是强者公正，弱者安全。你若想要爱问讲，啊，今仔日牧师甲我讲，敢有影？恁试看卖咧，恁去唔免 Google 啦，你用 Chat， 你啊问讲，甘乃迪有讲过强者公正，弱者安全这句话无？遐你姊妹，咱对上帝，咱读圣经，最主要的是不是人云亦云，咱伫上帝真理的中间做一个有主张有思想，是就是毋是就毋是，咱有一个社会责任。所以尼布尔有影响到甘乃迪，尼布尔伊所讲出的这本册虽然我无读甲精通，但是伊通过伊所影响的人嘛有影响到我。所以伫我甲恁做成长的过程顶端，我毋是干那伫讲道甲恁讲，我嘛甲咱的青年讲。所以偶尔我嘛会听到咱中间有人安尼祈祷，会去引用到强者公正，弱者安全。遐你姊妹感谢上帝。真理假不了，邪恶真不了。邪恶伊本身的意思是什么？在西方的字典，邪恶这个字，伊解说做没有人性，就简单。邪恶就是你的心内做人应该有的人性，但是你扭曲，你为着你的利益，你为着你的官兵，你讲迄种无人性的话，兄弟姊妹，永远来保持你内底有你做人的形象，有你做基督徒伊真正的本性。基督徒要做社会的清流。你敢会当问你家己讲，牧师你点莫讲道，啊，我来想看卖。牧师今仔日就是要唤起恁家己想，你感觉清流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？唔免听别人讲，无贪心，无乞巧，无讲白贼，是就是是，唔是就是唔是。基督徒的生命无管理，通妥协；基督徒的生命嘛唔好，同流合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主耶稣保护洗清咱，让咱有很干净的智慧，要真正确做一个社会公民应该有的主张。今仔日个经文安怎讲？其实这两段经文最主要讲的主题就是天国降临啦。耶稣讲：“你着安尼祈祷讲，愿你的国临到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”牧师要甲恁分享讲，你将这句话安尼改，你讲愿你的国临到，伫我的心内，亲像伫天里。如果你若常常安尼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圣神伫你的内底，你唔免了解什么叫做清流的主张，你的心清气，你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愿主的国临到的时阵，咱就会成做一个真有智慧。也真细正，心清气，我的心快乐。这就是耶稣咧教伊学生祈祷讲：愿你的国临到，伫台湾，亲就伫全世界。伫这个所在咧讲的，就是以西结书伊内底咧讲，天使带我进入礼拜堂，看到这个祭坛有一台水泉，上帝水泉，对这个讲台顶悬的宝座，是上帝的宝座所流出。然后这个水泉流出来了，对迄个门放出去，然后对这个礼拜堂的外面倒去到咱的教会外面的大厅，圣经是安尼写。伊所看到的礼拜堂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仪表，迄个大概有偌大？大概有500场，500场就是250公尺，有内院有外院，伊所流出了。伊讲当这个水流出来了后，伊慢慢往东边直直流去，因为耶稣撒冷伫地图顶悬是伫西方较挖这个地中海，伫这个山头的顶悬耶路撒冷。伊流出来了后，慢慢这个水往约旦河，就是伊的东边，安尼慢慢。伊讲这个水最后流入一个所在，叫做死海。
死海水就是低于海拔大概300-400公尺。咱真侪人唔捌过去以色列，包括我。咱拢唔知以色列伊个国家这个地图，甲圣经的地图大概是安怎？死海是低于海平面、水平面大概300-400公尺。你讲靠遐尼低的所在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若好奇，你当报名去圣地以色列去旅游去看卖。迄个死海水是有入来，无出去。所以盐分愈来愈咸，但是伊讲有一日，这个活水要流入，迄个无活米，无都活落去，会死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。伊咧讲起上帝的圣神的活水江河流入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就改变。我甲咱讲一个故事。一个妈妈生8个囝，4个人一个死伫监狱，剩的关168年。后来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宗叫做约翰保禄2世，约翰保禄2世接见这个朱立德，就是这个拜老四这个兄弟，伊对罗马直接，伊就互天主教的教宗派伊来台湾做神父。无派伊倒去中国，因为伊若倒去中国，甲伊兄弟同款。后来，约翰保禄2世接见伊的妈妈，甲伊手牵起来，对心中足感动的，甲伊讲：辛苦我的姊妹，你是一个受苦的妈妈，你养育出来真正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你伫中国的专政共产党会统治的下面，你的囝讲迄个勇敢的话，兄弟姊妹，甚至伊的兄哥死的骨灰，伫1年后，共产政府才准伊的妈妈甲领倒去，不但伊的妈妈领倒去，甲伊的哥哥的骨灰袋，教会甲伊的妈妈讨讲，你敢会当，互你的囝的骨灰？一寡互我，所以天主教有将这个神父伊的骨灰，还毋是舍利子，伊家保留诚侪亲像，常常放伫心内一个记号。勇敢的人，连死都毋惊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诚侪社会良心，毋免牧师甲恁招，恁要斗倒一边，恁家己去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。互咱做好的选择，台湾的将来伫咱的手中。新的耶路撒冷，新的国家，新的文化，互咱子孙骄傲的台湾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都不缺席，好无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讲：主啊，这个活水江河生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今仔这个讲道，若咧讲起一个异象喊果，甲咱一生都无祝福。咱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清澈的清流。人的心若清气，伊看什么拢清气；人的心若垃圾，伊看什么拢不顺眼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天父上帝对天顶落伊的圣神的雨，活水江河，伊的圣神甲你三甲地底。这就是代表对落雨的中间，伊甲上帝讨讲，想使我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定心有正直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的江河生伫你个人的生命中间。今仔日因红长老带咱唱的第一条诗歌就是圣灵的江河，上帝江河亲如活水泉。耶稣讲：你若知影我是啥物人，你甲我讨。我所想述你的水，你啉了袂搁再吹干。你会记得迄个故事吗？咱的生命若有上帝的灵运行的事，咱自然而然，咱对垃圾的物件，咱就讨厌；咱对迄个黑白讲的话，咱就拒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咱拢有活命的水泉。请听这句话，伊讲天使搁报我看。伫
伫耶路撒冷城的街路顶悬有活水江河，伊清亮亲像水晶。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阵，我真愿意为遐个姊妹举手祈祷，主啊，祝福阮所有遐个姊妹，拢清清气气，主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是会发光，是透明的，人看入的时阵，伊就感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灵伫迄个所在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拣咱是为着要互咱享受一种灿烂的、清洁的、明亮的生命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甲主讲，主啊，迄个水唔干那对德堂教会礼拜堂流出去，迄个水要流伫我的生命，到我行行顺顺，迄个活水江河，清亮亲像水泉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做一个正直的基督徒，道德的人，活伫无道德的社会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这就是这个地图。伊咧讲起有一个礼拜堂，吼，然后这个红色，就是我将这个经文的解说所画出来红色。伊讲礼拜堂内底有一个礼拜堂，这个礼拜堂的规个埕，总共伊讲有200长正方形。大概迄个多大的环境，就是250公尺，250公尺，500trow就是安尼吼。犹太人的一trow就是一个手的手镯，大概50公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活水泉伫咱的教会，也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咱活伫一个真多元的社会内底，这个社会有真侪无同款的主张，但是基督徒有管理主张讲，我不要受这些我不要的暗黑势力的影响。你若听到无好的话，兄弟姊妹，第一时间就不要听。你若看到一个色情无好的影片，对你的手机照出来，不要好奇，搁个点开来看。兄弟姊妹，咱活伫一个真多元的社会。咱活伫一个真容易受污染的社会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心中不法的隐喻，然后无好的意念进入到咱的内面的时阵，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伊讲，我不允许这个黑暗扭曲的想法进入到我的家庭。兄弟姊妹嘛，教你的囡仔祈祷。第二个囡仔要个是非没有受污染进前，你要用是非对错，常常讲给你的囡仔听，教伊坚持。你的囡仔要因为伊伫心中有这种的判断，也一生要行伫正直的道路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不选蓝不选绿，我唯一的选择，就是叫清气亲像水晶，那么透明，那么干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不要选红，不要选黑，不要选迄种的贪得无厌的这种的金流。兄弟姊妹，无简单，因为这3项拢是一个人生内底上较困难的诱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选择重要的代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兄弟姊妹，你可以有颜色。牧师伫今仔日主张中间绝对没有阻止你归属于你原来应该有的，你想要有的。但是牧师有讲到，有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咱都要真正亲像朱立德神父，因的家族是伫信仰中间，真正连死都唔惊。敢坚持因的信仰，坐伫共产党的监狱内底，8兄弟仔内底有4个坐168年。兄弟姊妹，尊重咱中间有的人，因的身份原本就是台湾人。兄弟姊妹，我嘛毋是台湾人呢，我是福建人。我来到台湾是第5代，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何德何能。
阮的祖先会通来到台湾。真正的台湾人就是咱常常咧讲，古早甲人吞大，咱甲伊讲还啊！兄弟姊妹，会记哩，以后绝对唔通对咱的嘴走一句话出来。有一次阮咧聊天，有一个原住民的牧师，伊咧讲，因的刀啊，上山打猎，因讲有一刀啊，我讲哦，换刀，伊马上就甲我变面，猎刀不是还刀，是我还啊，唔是伊还啊。兄弟姊妹，主感动咱有智慧，感动咱有敏感，这个土地拥有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没有仇恨性的语言，没有派系的语言，有包容的语言，有尊重的语言。你可以有颜色，但是你要活出那个颜色真正的价值，而不是同流合污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愿所有的中国人不再受苦，因为在我一生的旅程过程中，我有一个中国牧师跟我讲。真正的中国的牧师，因为阮伫普世会议内底熟悉，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做伙。当阮要3小时要离开的时阵，这个牧师跟我讲：共产党没有资格统一中国。兄弟姊妹，共产党吼，甲中国不能画上等号。因为有真侪中国人，因对伫台湾的后壁，因的脚步。台湾人所享受的言论自由，甲真正的民主，所有一个中国人，伊伫网络查证顶悬，后来联络，保持有一个伫主的内底兄弟姊妹的关系。伊直接甲我私赖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想要甲你讲几句话。伫讲话中间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台湾一定要独立。那不阮中国会没有盼望。兄弟姊妹，台湾的立法院不应该成为香港的立法局，这是我的主张。因为因受权是要为着台湾制定正义的立法，唔是将台湾立法局化。你听我意思？我相信台湾永远不是明天的香港。因为台湾有一群有智慧的台湾人，第三势力就是台湾的清流之一。我唔敢讲第三势力就是绝对是清流，因为第三势力嘛，有可能是无主张的人，伊就凭着情绪伊去做投票。但是牧师要甲咱讲，我们应该要做中立的、清洁的、智慧的第三势力清流。今仔日若完全无国民党，嘛毋是台湾的福气；今仔日若完全拢国民党，无民进党，嘛毋是台湾的福气。台湾的政党的民主化应该要有互相的监督，这是绝对的真理。但是需要有一群人民爱甲因讲：我授权于你，但是我不同意你的做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不是民进党，绝对不是民进党，因为早在民进党之前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讲很多有关于本土化的社会伦理跟政治主张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恁知影讲，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有所作为，我们的信仰是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兄弟姊妹不要焦虑，当你感觉有条不甲人有无共款的主张，唔免害怕。我老师甲我讲一句话，恁捌听过，因为我捌甲恁分享。伊讲，免惊甲人意见无共款，但是唔通失去彼此的尊重。你同意吗？就一个台湾的社会，人拢会使有主张，但是留几分情面给无共款主张的人，倾听、坚持，拢是咱的管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与其给魔鬼胡乱用，就应该把它拿回来给上帝用。
如果咱授权予一名受交托的人，因也无法度真正是细正来照因的本分。我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与其目睭暗起来莫看，好了了，兄弟姊妹，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。与其让魔鬼用，不如也应该把它拿回来。上帝求你该分别最圣，摕得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邪恶甲上帝是不能同流合污的。邪恶伫圣经中间所讲的意思，就是心中无好，失去了人性。上帝公义就亲像日出的光，伫人的内心哪来哪光，直到一中道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咱来到教会爱改变，唔是为着今仔日的这立法院的事件改变，唔是。咱来到这个教会，最重要就必须要光变做咱的思想，伫咱的品格，伫咱的想法，伫咱的内底人生的判断。兄弟姊妹，我发现有的兄弟伊真容易改变，而且伊改变就互人拍拍手。后来我发现，嘛有人真无容易改变，一世人无改变。会改变的人，通常拢是伊心内谦卑，伊心内敬畏上帝，伊欢喜接受上帝的话，而且每一个人读着上帝的话，迄个话拢会反复伫伊的心内做思考。这种的基督徒会享受到清流的恩典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愿主甲咱大家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圣神帮助恁。什么叫做清流？正直、清气、圣洁，有主爱，有怜悯。兄弟姊妹，圣经中间所讲的，各种的好，拢是七个清流的本质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你，伫今仔日个礼拜有所收获。唔是因为牧师讲道的内容，是因为上帝圣神对你讲话，互你的生命透明，互使你的生命清气。愿上帝对伊的宝座所流出这个活命的江河，对你流到你的子孙，对你流到你的子孙。生命是可以晶莹透彻，没有颜色的。我回到圣经来讲，咱伫这世间当中拢一定有颜色，但是除了这个颜色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，就是来自于天堂的迄个透明、圣洁、清洁。主祝福咱所听爱的姊妹，光明之子，圣洁公义，良善纯正，心中无邪，这就是清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阁有公义无私、纯正良善、是非分明。无道德的社会，尼泊尔牧师讲，就是因为人自私；第二，人贪财；第三，人侵权掌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这个社会中间，咱知影照顾弱势的生命。尊重无同款言论的自由，今仔日的台湾言论自由得来不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遐会打着民主反民主，打着言论自由，用言论自由来扭曲民主的人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台湾人有智慧，听有。教会应该讲清气的话，恁同意吗？教会应该讲清气的话，是无色彩的话，但是是应该会通亲像水洗清人。清流就是真理，清流就是对的话，伊会洗清人心中的污秽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祝福咱台湾，祝福咱台湾，咱同心来祈祷。
主愿将阮的乡土，将阮成长的国家台湾交伫你的手中。阮深深相信，你的平安甲公义要对天降临，对阮教阮的行行顺顺。所以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阮读到圣经以西结以及启示录，阮听见圣经话安尼甲阮讲，要有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的圣城对天降临。主啊，你更新的灵，甲台湾的教会三甲地带，互台湾的教会拢流出这个清气明亮，亲像水晶的水泉，对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出，管握台湾这个土地，洗清人内心遐的自私邪恶。主帮助阮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台湾受着祝福。我嘛伫你的面前互相相招，阮要成做一个清气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做伙同齐讲阿们的兄弟姊妹。主，你互阮内面有清气的心，有正直的心，这是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们。